各位 Palwell fans 們注意，你哋準備好升級你嘅 Palwell 版圖未呢？今日我哋會介紹10個必備配件，可以升級你嘅 Palwell 精選套裝2025去到全新境界。即刻開始啦！以下係10大必備配件。我哋仲會用到以下 Palwell 精選套裝2025嘅配件。R23 自由調節路軌，R09 外側彎軌路軌，J01 隧道，J04 大鐵橋，R06 斜坡路軌，R01 直線路軌。準備好配件，係時候到有趣嘅部分啦！睇下我哋會點樣組裝呢啲配件。發揮想像力，將配件 mix and match， 創造一個充滿動感嘅 Palwell 場景，簡單得嚟，充滿刺激。加入我哋嘅旅程，擴展你嘅 Palwell 世界。唔好錯過今次嘅機會，快啲睇埋下一條片，一齊展開終極嘅 Palwell 冒險之旅啦！